Adoramus Te, O Chris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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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oramus Te, O Christe.愿当心自己，领受你的病。愿当心自己，照亮你，领受你的血，想起你的血。愿正做一体，因为愿正心自己，领受你的病。愿当心自己，照亮你，领受你的杯，想起你的血，愿当做一体，因为你愿当心自己，领受你的病。愿当心自己，照亮你，领受你的杯，想起你的血，愿正做一体，因为你愿当心自己，领受你的病。愿当心自己，照亮你，领受你的杯，想起你
正做一体，因为你，愿当信主之，领受你的名，愿当信主之，笑脸你，领受你的杯，想起你落花，愿正做一体，因为你，愿当信主之，领受你的饼，愿当信主之，笑脸你，领受你的杯，想起你落花，愿正做一体，因为你，愿当信主之，领受你的饼，愿当信主之，笑脸你，领受你的杯，想起你落花，愿正做一体，因为你。漫漫长夜，我灵渴慕上主，并全心寻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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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长夜，我灵渴慕上主，并全心寻觅你。漫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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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夜，我灵渴慕上主，并全心寻觅你。领约瑟如领羊群的以色列牧者啊，求你侧耳而听，在基路伯之上做宝座的啊，求你发出光来，在以法莲、便雅悯、马拿西面前，求你施展你的大能，拯救我们。你从埃及拔出一棵葡萄树，赶出外邦人，把这树栽上。你在他面前清除杂物，他就深深扎根，蔓延遍地。他的影子遮蔽群山，枝子好像高大的香柏树。它长出枝子，直到大海，伸展嫩枝，延到大河。你为何拆毁这树的篱笆，任凭路人摘取？林中的野猪践踏它，田里的走兽吞吃它。万军之上帝啊，求你转回，从天上垂看观察，眷顾这葡萄树，保护你右手所栽的根，你为自己所坚固的幼苗。这树已经被火焚烧，被刀砍伐，因你脸上的怒容就灭亡了。愿你的手扶持你右边的人，你为自己所坚固的人子，这样我们就不背离你。求你救活我们，让我们得以求告你的名。耶和华万军之上帝啊，求你使我们回转，使你的脸发光，我们就会得救。以色列的牧者啊，带约瑟亲像带羊群的上帝啊，求你按耳孔听，坐伫天使基路伯宝座顶的主啊，求你发出光，伫以法莲、便雅悯、马拿西的面前，求你显出你的权能来救援。你对埃及刷出一丛葡萄树，赶出列邦来栽种。你为着伊种地，伊的根定深，生拖满地。伊的影叶密种山，伊的枝叶砍大丛的百香树。伊的枝伸到大海，伊的藤探到大河。你是安怎拆毁伊的篱笆？出在所有过路的人满葡萄，出在树林内的山猪糟蹋。出在田野的走兽食，万军的统帅上帝啊，叫你活倒转对天压落看，照顾这丛葡萄树，保护你正手所栽种的树，甲你为着家己所照顾的枝，
遐用火烧用倒草葡萄树的人，求你发生气，甲因消灭。愿你的手保护你正平的人，就是你为着家己所竞选的人，安尼，阮就袂背叛你。求你甲阮救活，阮就要求叫你的名。上主万军的统帅上帝啊，求你互阮复兴，互你的面发光照阮，阮就得到解救。 요셉을 양떼같이 인도하시는 이스라엘의 목자여 귀를 기울이소서. 그룹 사이에 좌정하신 자여 빛을 비추소서. 에브라임과 베냐민과 므낫세 앞에서 주의 용력을 내사 우리를 구원하러 오소서. 주께서 한 포도나무를 애굽에서 가져다가 열방을 쫓아내시고 이를 심으셨나이다. 주께서 그 앞서 준비하셨으므로 그 뿌리가 깊이 박혀서 땅에 편만하며 그 그늘이 산들을 가리우고 그 가지는 하나님의 백향목 같으며 그 가지가 바다까지 뻗고 넝쿨이 강까지 미쳤거늘 주께서 어찌하여 그 담을 허르사 길에 지나가는 모든 자로 따게 하셨나이까. 수풀의 돼지가 상해하며 들 짐승들이 먹나이다. 만군의 하나님이여 구하옵나니 돌이키사 하늘에서 굽어보시고 이 포도나무를 건고하소서. 주의 오른손으로 심으신 줄기요 주를 위하여 힘있게 하신 가지니이다. 그것이 소화되고 작벌을 당하며 주의 면책을 인하여 망하오니 주의 우편에 있는 자 곧 주를 위하여 힘있게 하신 인자의 위에 주의 손을 얹으소서. 그러하면 우리가 주에게서 물러가지 아니하리오니 우리를 소생케 하소서. 우리가 주의 이름을 부르리이다. 만군의 하나님 여호와여 우리를 돌이키시고 주의 얼굴 빛을 비추소서. 우리가 구원을 얻으리이다.以利并见我喜我阿弥要请求一喜欢根以利并见我喜我阿弥。 请求一喜欢根，地利并见我喜欢，阿弥要请求一喜欢根，地利并见我。 喜欢阿弥要请求一喜欢根，地利并见我喜欢阿弥要请求一喜欢根。 地利并见我喜欢，阿弥要请求一喜欢根，地利并见我喜欢，阿弥要请求。 喜欢根，地利并见我喜欢，
是花根，你并见我不是我，阿弥要亲像你是花根，你并见我不是我，阿弥要亲像你是花根。I want to tell you about one man today, a man that is very courageous, a man named Gao Zhizheng. And I want to tell you about him because it is so important for me to do so. He represents what China could be, a China which has democracy, human rights, and the rule of law. He has kindled the light of hope for many people who are suffering under this white terror. 我说你们来看什么呢？为什么？老汉说：“我敢说话，为什么？我不知道你名字，但是只要是共产党打压的人，他一定是好人。”哗的一群老人鼓掌。你要是爸爸来了，你想跟他说什么？如果你见到爸爸，我一定会哭很多，因为我终于这样见到爸爸了。一直都做梦，然后梦见我爸爸就是死掉了，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特别希望看见我爸爸，然后跟我爸爸说我爱他，就是我从来都没有说过这个。嘿，大家好，我是耿和高胜的太太。非常感谢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济南教会的这个兄弟姊妹们，在高志胜强制失踪5周年之际呢，为他举办的这个太子祷告会。感恩在线的朋友在百忙当中抽出时间呢，为他祷告。高志胜是一位律师，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曾3次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他用他自己的律师职业技能呢，为受迫害的人代理案件。你像法轮功呀、基督徒呀、强制拆迁呀等等上访人许许多多的案件时呢，屡屡遭到呢北京市律师协会及司法局的警告，不允许他代理这些案件。但他恪守自己的职业道德及良心，仍然不放弃为受迫害人提供法律帮助的时候呢，最终呢，在2005年呢，被北京市司法局律师协会呢关闭了他的北京市盛智律师事务所，并吊销了律师执照。在2006年8月呢，被拘捕，以煽动颠覆国家安全罪判3年，缓刑5年。由于先生呢，我们的生活呢，也不断受到当地公安的骚扰，甚至有一段时间呢，警察住进了我们的家。2008年奥运期间呢，中共因阻止女儿上学，用这种方式呢，迫使我先生就屈服吧。没有办法呢，我在2009年呢，就携带一双儿女呢，踏上了求学的之路，也是逃亡之路。我们经过云南、越南、缅甸，九死一生的偷渡到了泰国，辗转到美国，至今呢13年了。这13年来，我没有见过我的先生，孩子也没有见过爸爸，没有电话，没有视频，不知道他在哪里，甚至他不知道死活。你们相信吗？
我在美国居住，我丈夫在中国，他不是在软禁，就是在监狱，就是在强制失踪。一家人分离在地球的两端。尽管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我们全家也仅仅只有一张儿子2岁时的全家福。我相信在线的朋友们，每一位都有智能手机，手机里都存有无数人所爱的照片，不管你们身处在哪里，在办公室，在家里，在旅途中，不管你们在地球的任何一个地方，你们随时可以翻看着父母、孩子、家人及所爱照片人的视频及照片。而这种再正常不过的温馨的这个场景，对我和孩子来说是一种奢望。13年了，每天清晨我都期待奇迹会发生。依然没有他消息的时候，我就会常常被一种莫名的这种情绪呢淹没，好像是那种肺气炸了，身体里面有许多气泡往身体涌，甚至到肩上。数着他失踪的日子，今天是5年整了，调整着自己的呼吸，能让自己能慢慢的平静一些。这种思念的煎熬及牵挂吞噬着我的生命。和我同样受到这种煎熬和株连的还有高志生的这种亲人们。当地的公安呢阻扰家人呢去寻找他，不仅没收了全家人的身份证，不可以离开居住地，还需要约到当地的公安呢去签字报到。甚至呢在我姐夫呢就是病重期间呢就医取药的时候，他们依然呢以种种的理由刁难，不给身份证，因此呢造成的那种治愈困难，在2016年5月吧，就是姐夫呢就跳楼自尽。还有他的姐姐因无法忍受呢就是公安呢这种长期的那种逼迫和骚扰，也老担心他弟弟就是那个那种安慰就是这样，然后呢就是忧郁，获得的忧郁病、忧郁成疾，在2005年5月呢跳河自尽。临死呢也没有见到他日夜牵挂的弟弟，给我们的家庭呢又是重重的一击。上周六的8月6号，朋友呢就给我推荐了一个算命的大师吧，当他算到我先生身体出现很大的状况时，我禁不住泪流满面。我觉得对我的家庭太不公平。我希望大家能为高志生这个虔诚的基督徒的身体及他重获自由祷告，谢谢。各位教会的兄弟姊妹们，我是李明哲。今天在这边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享，对我所认识的高志胜律师。高志胜作为一个律师，他所代理的维权案件，都是被中国视为最敏感的案件。
不管是法轮功的信徒，不愿接受中国政府洗脑的基督徒，甚至是挑战当权者利益与官员发生纠纷的底层民众，高志胜给自己定下职业生涯的规矩。他1/3的案件都为穷人、弱势免费打官司，他甚至常常自掏腰包资助当事人。所以高志胜律师可以说是当代中国最伟大的人权律师之一，并多次被提名争取诺贝尔和平奖。美国的学者孔杰荣曾经赞誉高志胜是一位伟大和备受尊敬的律师。他透过捍卫许多人跟许多事业的权利，勇敢地寻求给被官方宣称的中国法治赋予了真实的意义。世界上所有热爱民主、自由、人权的民众，都热切地希望知道高志胜律师的下落。这是高志胜律师的人格魅力所在，但这也使他被中国政府视为一个威胁。法国的媒体曾经发表一篇专文，钉在十字架上的高志胜，希望唤起世人对高志胜律师更广泛的关注。高志胜在2016年，他曾经出版他曾经秘密写作的一个书籍，2017年起来中国，记录了中国政府对他的绑架、囚禁、酷刑，但也见证到了神对他的启示，预言中国共产党的败亡，并就建设民主现代的中国提出了他的看法。高律师2014年出狱后，他仍然被中国持续的软禁，在2017年8月失踪至今，下落不明。韩国有一部电影叫做《正义辩护人》，结尾有一句台词：当人民无法行使自己的权利的时候，作为法律人，我更应该走在前面。高志胜律师正在践行他作为法律人的责任。在中国，人民没有言论自由，没有宗教自由，更不能自由地礼拜上帝，不能自由地聚会，甚至不能自由地发表言论。如果在中国，我们今天在这边聚会，非常可能会被用寻衅滋事，甚至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抓起来。而我们在这里，恰恰就是因为这些罪名而被关押、受逼迫的良心人士祷告。他们都有一个特征，就是大公无私、大爱无疆。他们不为专制强权，敢于为那些在社会最底层受苦难的人、被国家公权力迫害的人，替他们发声。正如圣经所教导的那样，他们是学习公道、伸张正义，帮助受压迫、保护孤儿、为寡妇辩护。谢谢。高志胜先生啊，我应该是在台湾或者是全世界吧，跟他讲过话最多的人。他在被捕之前，我在台湾的中央广播电台为人民服务这个节目，我总共访问过他55次，每一次是半小时。他非常勇敢，在每一次访问他的时间，其实公安或是国保都在他身边，他照样接受访谈。非常勇敢的一个律师，他不停的，明哲兄刚讲的，不停的为弱势发声，为那些没有办法出声音的人出声音。那他现在呢？他没有办法出声音，我觉得我们有义务帮他出声音。5年来，我们一直在找他，到目前为止都没有消息。那当然，他的太太耿和刚告诉我们不知生死，可是这个不会让我们停止去寻找他。好，那我们就在这个时间点来做这个事情。那8月3号，
Nancy Pelosi 来台湾。那他在美国有特别指定到台湾呢，要跟李明哲还有跟李静瑜见面，也说希望我也在场。所以呢，我们很早7月底我们就做了准备，准备跟 Nancy Pelosi 见面。虽然台湾的媒体都一直在报道说他会来不会来，会来不会来，我知道他一定会来啊，因为4月的时候，在4月11号本来他就要来。那一次来，我知道他其实要来告诉李静瑜，说他们已经把李明哲救出来了。可是消息外泄，那日本共同社意外写出佩洛西要来台湾消息，中共当然就非常非常敏感，就威胁了美国说，如果他真的4月11号来的话，他们可能在4月15号就不会释放李明哲。那Nancy 在这个状况底下，她妥协了啊。但或许当时有一个消息说她得到 COVID-19， 那也许上帝也是这样安排，那就那个取消。可是我们差不多到了7月，我们就不停的接受 AIT 告诉我们说，他没有告诉我们谁要来，但是他告诉我们要准备，那把这一天留下。8月3号这一天留下，那我就知道说佩洛西一定会来。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准备了很多的项目。第一个项目就是送给佩洛西高志胜呢，在2017年在台湾出版那个书《2017起来中国》。那这本书预告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共产党正在一块一块的崩坏。一块一块的倒下，那我们看到上帝正在发怒气，当我们的葡萄枝被火烧，我们的葡萄枝被随意的乱砍的时候，我们希望上帝发你的怒气，消灭这些恶人。那这个事情正在发生，但是这件事情其实在2017起来中国这本书，高志胜当时已经预言。已经说了非常清楚，像今天所发生的这样的事情，有机会大家可以到唐山出版社去买这本书哈。高志胜写的书，那这本书出版的过程其实非常坎坷，因为当时候高志胜是躲在陕西的窑洞里头，他的家乡，在监视人员环视的状况底下写下这本书，他总共写了60万字。他写的这个60万字呢，我们跟今天没有办法来出席的对华援助协会的傅希秋牧师呢，我们联络了在中国内部的有志之士呢，把他的手稿，用各种方法辗转，我们拿到了，拿到了。那拿到了以后送到美国，那在美国我们做好整理，要帮他出这本书的时候呢。本来是要在香港出版，可是这本书在2017年想要在香港出版的时候，已经不可能了。香港没有一个出版社敢出高志胜书。那傅牧师打电话给我说：“这样怎么办？”我说：“现在全世界就真的只有台湾可以出版这本书了。”那结果我们在台湾想寻求出版社出的时候，也很意外，非常多的人都不敢出这本书。所以到最后这本书呢，是由我跟傅牧师2个人，我们出足资本，然后请唐山出版社呢帮我们印刷，然后也带我们发行。那我也很感谢唐山出版社的陈老板，他也做了这个义举哈。那到今天为止，唐山出版社还摆设这一本书还可以买到。那这个是对台湾来说其实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我把这一本书送给佩洛西。佩洛西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我看他非常的激动，因为那本书上面有高志胜的画像，他马上告诉我这是高志胜。然后他说高志胜出这本书，他看起来是他不知道他在台湾出了这一本书，所以其实那一天 Nancy Pelosi 非常激动，一直说他已经失踪。我说对，5年了。然后我告诉他说，我们今天台湾在济南教会，我们会帮他
举行祈祷会。我先预告了这件事情。那我发现Nancy 非常非常感动的告诉我说，非常谢谢台湾做这件事情。各位今天的出席，其实我告诉了 Nancy 说，这个我们一定会做。那我也告诉他说，因为这一回 AIT 希望我见 Pelosi 的时候要提到，要为那些因为宗教的议题或是自由的议题而遭受中国迫害的人的这些议题呢，台湾能做什么？我把书交给 Nancy Pelosi， 告诉他台湾可以做这个事。我们在台湾出版了高志胜的这一本书。好，那这个 Nancy 感受到了，原来台湾在中共的各种威胁底下，我们仍旧行善，我们继续行善。我们作为基督徒，从来没有忘记上帝给我们教诲，就是说我们伸冤不在我们，伸冤在上帝，复仇在上帝。我们只要认真努力去做所有的行善事。那那后来这个 Pelosi 因为其实 AIT 的官员跟我讲说 ，Pelosi 非常关心现在 persecuted church， 就是说被压迫的这个基督徒以及在中国的这些基督教徒呢被压迫的情况，台湾在这些事情能做什么？那我就告诉他说，现在在2019到今天，在济州岛有61个，现在有61个，有32个小孩，然后有29个大人。那他们呢是从深圳的一个叫做 Holy Reformed House Church， 就是他们中文原来是叫做圣约改革家庭教会。那我说这个教会的人呢，因为他们的教会在深圳被中共毁了，所以呢，他们因为到韩国济州岛是可以不要有任何签证，可以免签，所以他们集体分批的逃亡到了济州岛。现在在济州岛，2019一直到现在已经经过2年。那我跟 Pelosi， 也许 Pelosi 这一次来台湾受到最大冲击，就是高志胜的书在台湾出，这个他过去不知道。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台湾的团队，也就是包括我们今天的济南教会在内，这个基督教长老会呢，正在设法营救在济州岛的这些我们的手足我们的这个朋友们这些基督教的朋友们，他们这个61个基督徒被迫害了以后，跑到济州岛去，到那一边呢，去暂时的非法的居留在那里。那他们在过去这段时间，曾经向韩国申请政治庇护，被韩国拒绝。那韩国上一个总统拒绝，这个总统其实也拒绝了因为他的地方法院在4月14日的时候，今年4月14日的时候，驳回14名，其中14个大人呢，向韩国申请政治庇护，也被拒绝了。那目前韩国只准他们每90天签证一次，暂时居留在济州岛。那不过呢，因为我跟傅希秋牧师，我们最近呢得到一个讯息，就是最近韩国比较开放了以后，他们发现非常多的中共的公安出现在济州岛这些逃亡的这个基督徒他们所居住的地方附近。那有传出消息说，中共打算用绑架的方法把这61个人绑架回中国。那最近我们集合了一些韩国专家，然后判断说现在这个政府目前的情况怎么样那前几天我们看到这个韩国总统居然不愿意见佩洛西，我们心里非常非常的紧张，因为不愿意见佩洛西这样子的一个总统呢，有没有可能因此出卖这些61个人，把他们当成政治交换，然后送回中国？那只是说，到最后说他们被绑架回去，我们很遗憾。
那我们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我们现在已经紧急做了一个决定。那这个事情呢，是我们8月底我们会走一趟济州岛。那台湾基督教长老会的代表跟我们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以及我们的韩国专家跟我们一起去济州岛，然后我们现在已经联络了济州岛的一些政要以及他们的人权组织以及媒体哈。那我们打算把这个事情在韩国把它公开哈。我们希望韩国因为台湾的介入跟公开啊，他就要小心一点。那当然在这个过程里头，当然也遇到了中共啊，一直在什么试射飞弹啊，什么东西做了一大堆对台湾的威胁。那在这个状况底下，我被很多朋友问到说，他们用这个下流手段跟这么暴力的手段对付台湾的时候，我们应该做什么？我还是只有一句话：我们应该伸开我们的双手，做我们应该做的善事。当我们发现有深圳的这些61个基督教家庭、61个人士，他们在济州岛受苦的时候，我们台湾人应该伸出援手。那这个事情，我相信我们8月底做完以后，这会是一个国际的很大的消息。我们要告诉国际，台湾即使是在这个中共的这个军事威胁底下，我们该做的行善，我们应该救的人，我们照样要救。更不要忘记高志胜。如果高志胜今天也在的话，他一定非常同意我们今天的行动，这就是他要做的事。我也今天也跟大家分享，高志胜会非常希望我们也救这些人。那今天我们在这里做见证，希望耿和他很清楚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那也来支持。那我今天非常高兴李明哲站出来，他曾经在中国受到迫害、受到折磨，他今天站出来帮被迫害、被折磨的人，他继续为他们发声。我觉得这是台湾人真正的精神，真正的基督精神，在台湾这样子来成长。那上帝给我们祝福，我们的智慧不够，可是我们知道这就是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情。感谢。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恳求你听我求。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我恳求的声。请为高志胜的人身安全以及得释放来祈祷。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我恳求的声。请为受压迫的中国人民的人权与公义得高举来祈祷。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我恳求的声。请为高志胜的家人，无论是还在中国，或者是在其他世界各地的亲人来祈祷。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我恳求的声。请为世界
在关注民主、自由、人权的所有的伙伴，能够采取行动来祈祷。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我困求的声。请为受压迫的底层人民，还有受压迫的政治犯来祈祷。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我困求的声。请为中国能够放弃武力以及威权来祈祷。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我困求的声。请为上帝伸出他的右手，来兼顾保护所有受压迫的人祈祷。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我困求的声。请为在中国大陆受压迫的基督徒祈祷。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我困求的声。请为西藏吐蕃人受压迫以及维吾尔人受压迫，能够得到释放来祈祷。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我困求的声。求主兴起更多基督徒站出来为公义来发声祈祷。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我困求的声。请为每个人心中没有说出的意向祈祷。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困求你听我求。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我困求的声。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困求你听我求。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我困求的声。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困求你听我求。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我困求的声。我们的天父，我们的天父，你在
在天上，你在天上，愿你的名，愿你的名受显扬，受显扬。你的国来临，你的国来临，你的旨意，你的旨意，同行人间，同行人间，如在天上，如在天上。求你今天，求你今天赏给我们，赏给我们所需要的，所需要的日用食粮，日用食粮。求你宽恕，求你宽恕我们的罪，我们的罪，如同我们，如同我们宽恕别人，宽恕别人，不让我们，不让我们陷于诱惑，陷于诱惑，但救我们，但求我们免于凶恶，免于凶恶，天下万国，天下万国，不是权威，不是权威，一切荣耀，一切荣耀永归于你，永归于你。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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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公义的主，我们在你面前摆上我们所有的祈祷，我们心中的悼念，愿你的灵充满在这世上，特别帮助受压迫者，灵里面能够充满从神而来的力量，好让这个力量能够抵御一切恶者的攻击。恳求你兴起更多的百姓、神国的子民起来，来抵抗、对抗邪恶者的侵犯。也愿你的灵成为我们世人的帮助。我们恳求你，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公义如正午的日光，照耀黑暗。我们在你面前祷告恳求，奉耶稣的名，阿们。新人上主，不要害怕，因他平安守护你心灵。新人上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新人上主，不要害怕，因他平安守护你心灵。新人上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新人上主，不要害怕，因他平安守护你心灵。新人上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新人上主，不要
要害怕，因他平安守护你心里，信任上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信任上主，不要害怕，因他平安守护你心里，信任上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信任上主，不要害怕，因他平安守护你心里，信任上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上主恢复你的身心，他的爱永不远离。上主要来亲自与你相遇，亲自与你相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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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心里黑暗中，你所点燃之火永远不熄灭，它永不熄灭。在心灵黑暗中，你所点燃之火永远不熄灭，它永远不熄灭。在心灵黑暗中，你所点燃之火永远不熄灭，它永远不熄灭。在心灵黑暗中，你所点燃之火永远不熄灭，它永远不熄灭。
在心灵黑夜中，你所点燃之火永远不熄灭，它永远不熄灭。在心灵黑暗中，你所点燃之火永远不熄灭，它永远不熄灭。在心灵黑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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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你所点燃之火永远不熄灭，它永远不熄灭。